故事出了15周，到了范蠡12年，11个初岁，还个苏州山头的大雪纷飞。那么一个开店当老板，姓王叫王先王是官，在苏州北门外头就12岁。哎，看这个街头有个小姑娘的12岁。哎呀，这张面孔的标志啊，送来份可见，一当天嘛，北门外头有啥顶？上你们栏杆屋谁多在谁知这个人？哦哟，这岗屋屋里向有啥漂亮个姑娘啊？搿是要弄大水的，搿种最岗嘛呀，那就好的了。回到屋里向，马上就怕佣人什么去谁多少，请你吃醉，最说的嘛谁没那酒精呀？那么佣人擦屁头去什么，总是那个最岗屋谁多少先生。那么等门外头还得等一等啊，谁多少今年53岁。那么隔壁嘛店档，还他妈市场房子，那么佣人到里向去冰了呀。搿老板说还张望给的。王是个徽州人，那佣人打到屋里向嘛，冰冻个。说的。谁多少来的？有人了。啥个么事啊？啊！县大早是哪叫啊？不叫你谁多少么叫你啥家？个县大早那个暖肚姑娘配不是阿个，就是阿个长林阿爸。咁你的愤怒能配不来啊？不好叫县大早个。可不叫你谁多少么叫你啥呢？应该叫老先生个县先生。对个对。咁么老先生来着，老先生、县先生来到大门外头。哦，县先生来着。来着。咁么领导，来呀！开春门是哪里出去的老先生的？晓得。隔壁店档，挨到是落手头上门呀，上门开。东高出去在。王先打到外头一看嘛，谁都在厉害了还。介绍店里忙啊，会得闪出来的呀。最讲我多再改。啊，可张样个男为是很漂亮，也真相互上的。这个老先生的上头啊，那里徽州人往里嘲讽，那里现在老先生传啦。你是帮第二的为啥过的呀？你是来你老板？嗯，你说么子？吃了。这个老先生。苏州人说起嘛，亲在。哦，苏州人拍的嘛，亲在。俺的徽州人讲起嘛，传啦。哦，苏州人嘛，亲在，你都徽州人嘛，讲传啦，像脱毛玉板嘛，是吧？亲在。个老先生亲啊，你请我请到里向15点下来嘛，外头大门关一关哈。哎呀，送茶个今朝是要弄点派对出来。领导，来呀！送参汤。那参汤是那个，老先生吃参汤了。那手机上放一放，哎。这个老先生，哪一箱嗨呀？上么子？哪一箱嗨呀？到你门窗外头。啥的？你冲我眉头嘛？那好了。门外嗨，跟人家嗨个。苏州有句闲话，家中面孔黑，定做火锅的，当然门窗外。哎呀，个老先生，你来误会着。那。个苏州人是好，哪里是黑，哪里们呢？啊黑呀，个就是啊好的意思喽。哦，苏州人还黑，你都徽州人还黑。啊哈，就是啊黑。对个喽。啊黑就是啊哈。是个。黑个。哦哟。你比我嗨得结棍，我看到浑身嗨个噻，再嗨我去一绑开了。是小娃子。这个老先生，哎呀，你是讲啷个天啊？那孙老乡不在一起上当啊？我做还是做脱个的呀，把那个穷读书人杀得起个的呀，身上杀斗胆。那么晓得是开店当老板，就衣裳写下来句话，骗他衣裳扎扎。
哎呀，别去说，你别去说。那好，我最大一幕也跟随。哎，有两家头一男一女让出相嘛。哦，还是夫妻相扶。不是的。那好，一个女的呢，急匆匆啊，搿边弄堂里出来，要到夜台地方参拜王前。哦，不里到夜吃汽车买病。哦，到这个小女。哎，那么搿面弄堂里一出来个人，急匆匆拎着两杯火锅莫过嘴，要不里到夜去吃发楼上个么子。那么一个不当时女个一上嘛，两杯火锅莫过嘴，打三摊。那位女个吐了男个背，男个吐了女个背，哦，弄不清爽。那么我说侬不要收着，为此两瓶醉，我来为是吧？那么我闲话讲出来，又没身边嘛动力不大。那么你种人呢，白白讲话。搿闲话当。讲一堂说出来说实话那么我就身上一米海青脱下来嘛，总是额头底里压他被子两面火锅抹过去嘛，搿上风波平息。哦，是讲。哎，啥个那个真子啥个斗胆，老板。哎，那么你开店当还有同钱把上当来批批个。有个。那么什么啊？什么就有个不来个，也具人性的。啊，领导，来呀，到隔壁电档里向，到邵峰先生去讲一声，弄一件救人性的天马比海清出来。那么老板，对决定要紧。对决定要紧。哎，还个。领导，来呀，这些弄一点乌绒棉这些一双水牛皮的必须啊。那么再当上没出来。哎，弄一双4面块的棉麻。这谁都找黄头了，头上像乌绒皮之针，身上像天马比海青，4面块棉麻，乌绒皮同学，发得像老套上一个，人要衣装，非要军装啊，老板啊。个人啊，可当扮。对个。那现在叫你说外头打个人进来啊，看见你两高头是不是？还是像摇儿子啊？还是像摇儿子啊？一样的。出来我的嘴里便宜啊！这王是有道理个，像那个男配置把我们就是上人阿爸这样，上人搭羊马是差不多，一样的。哎，这个老先生。个笋汤两吃的，来吃。个笋汤。哎，笋汤。哎呀，苦的啦！哎，笋汤嘛是苦的，苦嘛苦的，么子黑的。么子也黑啊？猪个呀？猪个吃是补血了活血啊！哎呀，这是每猪个动力，那么吃个苦个么子呢？补身体个，补血了活血个。补血活血啊！根本用不着吃个种么子个呀。你吃啥么子呢？活血呀！我有啥比方了还？啥个比方？活血也是。吃醉啊！一吃醉面孔羞羞嘛，还是活血的啦。不对个。吃酒嘛，个面孔红一些就要退脱个咯。我红么再吃到一种不退嘛。哦，这个双身体个。我当忘记脱的。本人讲一下子我要去吃醉个，我忘记脱的，等你再问吧。老先生。凤凰讲个鸡来鸭八和牛猪的醉是请不起吃醉。不是个，今朝俺的顺心顺意请来喝酒个，今朝请俺家个。牛猪的醉是吧？俺家子请的吃原猪的酒是，来。来，刚比喝这个，也吃的叫牛猪的，牛猪的。俺家请的吃牛猪的。哎呀，个领导，来呀！贵州下去南方给你打扫关键。南方给你打扫干净。领导来呀！到西方给你去贵州。阿吃软骨，狗吃本子啊！老板啊！阿吃牛狗，狗吃盆子，搿么人吃啥么呢？这个老先生，数据能讲起来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那么俺的徽就能讲起来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0。而且软骨就是1只软骨，9只盆子就是9只盆子喽。我师傅最近讲起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那么你都讲起嘛？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对。而且软骨是1只软骨，9只盆子，9只盆子。对。说到此里该有头了吧？真顶。亲仔。师傅最近拍的嘛，亲仔。俺的徽就能讲起嘛，唰啦。师傅最近嘛，亲仔，你都徽最近嘛，讲唰啦，像脱毛玉板嘛，是吧？亲仔。个老先生请啊，你请我请到里向15点5来嘛，外头东门关哈。哎呀，送茶，个今朝是要弄点派对出来。
领导，来呀！送参汤。那参汤是那来先生吃参汤了。那手机上放一放，哎。这个老先生，哎，哪一想嗨呀？上么子？哪一想嗨呀？把那门出来的。啥的？那冲我眉头嘛。那好了。门外嗨，跟人家嗨啊！苏州有句闲话，家中面孔嗨，定做火锅的。把那门出来。哎呀，个老先生，你来误会着。那。个苏州人是好，哪里是嗨，哪里们呢？啊嗨呀，个就是啊好的意思喽。哦，苏州人还哈，你都徽州人还嗨。啊哈。就是啊嘿，对个喽，啊嘿，就是啊哈，是个，嗨个，哎呦，你比我嗨得结棍，我看到浑身嗨个噻，再嗨我去一绑开了，是笑话子，是笑话。你当想到少峰先生去讲一声，弄一件救人性的天马比海牵出来。那么老板，对决定眼睛。哎，嗨个，领导，来呀，这些弄一点乌龙面这些，一双水牛皮个必须啊。那么再打上没出来。哎，弄一双4面块个面麻。个谁都找黄头了，对龙像乌龙皮之间，身龙像天马比海天，4面块面麻，乌龙皮同学，发得人家老套上一个，人有衣装，非有军装啊，老板啊。个人啊，可当呗。对个。那现在叫你说外头打个人进来啊，看见你两高头是不是？还是像摇儿子啊？还是像摇儿子啊？一样的。出来我的嘴里便宜啊！个王是有道理个，像那个农配置把我们就是3人阿爸这样。3人打羊嘛是差不多，一样的。哎，这个老先生。个参汤两吃的，来吃。个参汤。哎，参汤。哎呀，苦的啦！哎，参汤嘛是苦的，苦嘛苦的，么子黑的。么子也黑啊？哎，猪个呀？猪个吃是补血了活血的。哎呀，这是没猪个动力，那么吃个多口个么子呢？补身体个，补血了活血的。补血活血啊？根本用不着吃个。又来了。啥个么戏啊？县大枣是你来叫啊！不叫你谁多什么叫你少讲？个县大枣那个暖肚姑娘配不是哪个？就是哪个长林阿爸。那么你的愤怒能配不来？啊，不好叫县大枣个。可不叫你谁多什么叫你上呢？应该叫老先生个县先生。对。那么老先生来着，老先生、县先生，来大门外头。哦，县先生来着。来着。那么领导，来呀！开春门是哪里出去是老先生的？晓得，隔壁地道，到是落手头上门呀，上门开。东高出去在。王先打到外头一看嘛，谁都在厉害了还，介绍店里忙会得散出来的呀。最讲我多在给。可这样个男为是很漂亮，也真相互上的。这个老先生的上头啊，那里灰酒人往里嘲讽，那里现在老先生唰啦。你是帮地，你的为啥过的呀？你是来你老板？你耍么子？唰啦。这个老先生，苏州人说起嘛，亲在。狗是出了15岁，在那饭里12年，11个初岁，还个苏州3趟到大水分气。那么个开店当老板，姓王叫王氏贵，在苏州部门外头就12岁。看这个脚头有个小姑娘的12岁。这面孔的标志啊，送来份可见，一当天嘛，部门外头扎定，上你们来讲我谁都在谁知这个人，哟，最讲我
屋里向有这样漂亮个姑娘啊，可是要弄大水的，搿种最高嘛呀，那句话的呢，回到屋里向，马上就怕佣人生气，谁多少，吃里吃嘴，最说的嘛谁没那绝情呀？那么佣人擦屁头去什么，总是那个最高谁多少身上，那么等门外头还得等一等啊，谁多少今年53岁。那么隔壁嘛地档，还他妈市场房子，那么佣人到里向去冰了呀。搿老板说还张望给你，往事过挥之年年，那佣人打到屋里向嘛，冰冻个。说的。谁多少来的？这个老先生。哎呀，你是讲啷个天呀？那孙老乡不在一起上当啊！我做还是做铁个的呀，把那个穷途诗人杀得起个的呀，身上杀斗胆。那么晓得是开店当老板，旧衣裳收下来句话，骗他衣裳扎。哎呀，不要去说，你不要去说。那好，我最大一模也跟随。哎。有两家的一男一女郎出相骂。哦，还是夫妻相骂。不是个。那好。一个女的呢，急匆匆啊，搿边弄堂里出来，要到夜台地方参拜王前。哦。不如到夜吃汽车买的。哦，到这个小女。哎，那么搿面弄堂里一出来个人，急匆匆拎着两杯火锅没过嘴，也不离到夜去吃发楼上个么子。那么一个不当在女个衣裳嘛，两杯火锅没过嘴，打三摊。那位女个脱了男个白，男个脱了女个白，哦，弄不清爽。那么我说侬不要说噻，为此两名嘴，我来为是吧？那么我闲话讲出来，又没顺便嘛动力不大。那么你种人呢，白白讲我。搿闲话当讲一场，说出来作实个。那么我就身上一面海青脱下来嘛，总是额头底里压他。白纸两面后国莫过去嘛，搿上风波平息。哦，是讲。哎，啥个那个真正啥个斗胆，老板。哎，那么你开店当还有同钱把上当来批个。有个。那么怎样啊？什么就有个不来个，也具人性的。哦。哎，领导，来呀，到这边点。